那就是呢，3堂课我们主要呢就是讲述了现前，还有说是限量的性向。那特别呢是讲到限量的性向的时候呢，就是提到说这个性向里面呢，它包含了就是现前的性向以及是量的性向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从第57页的最后一行开始讲述。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现前的分类。那这边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呢，这里所讲的分类呢是指现前的分类，而不是限量的分类。那在这里呢，就讲到说呢，有4个分类。那这个现前的4个分类呢，就讲到说分为根现前、异现前、质证现前，还有余切现前这4种。那这4个分类呢，都是属于体性分类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特别讲了这4种分类。那在这4个分类里面呢，就是根现前、异现前、质证现前，还有余切现前呢，这4者呢都是属于无分别支，就是它在分别支和无分别支的分类里面呢，它都是属于无分别支。因为呢，只要是这4个现前呢，它都一定会是现前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具备第一个就是以离分别的条件，所以呢，它们这4个呢都是属于无分别支。那接下来呢，讲到根现前、异现前、质证现前，还有余切现前这4个里面呢，那他们在根支跟异支里面的分法的话呢，那第一个根现前呢，它一定是属于根支。那后面3个呢，就是异现前、质证现前，还有余切现前，这3者呢都是属于异支。所以分类的话呢，第一个是属于根支，那后3呢是属于异支。如果说呢，这4种现前呢，就是以补特伽罗心绪中呢，就是哪些补特伽罗具备哪些现前的话呢，那就第一个呢，讲到说像是根现前的话呢，那根现前呢，就是提到说凡夫心绪中呢所有的现前。那因为呢它是根支的缘故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就算是凡夫呢，就像是在睡眠的时候，或者说像是在入定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呢是没有根支的。那异现前呢，就是提到说，其实在一切就是凡夫的心绪中的异现前呢，都是只有刹那刹那存在而已。那所以呢，异现前呢也是凡夫心绪中呢会有的。那质证现前呢，质证现前只要是心事的话呢，它就一定会有一个证的它的质证现前。所以凡夫的心绪之中呢是有根现前、异现前以及质证现前。因为只要是属于觉知的话呢，或是只要是属于了知的话呢，一定会有证得它的质证现前。那最后一个余切现前呢，那余切现前呢是唯有圣者才有的，所以凡夫的心绪之中呢是不会具备余切现前。那这就是讲到说这4种现前呢是在哪一些补特伽罗心绪之中呢所有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讲到这4种现前的分类呢。那在就是萨迦班智达呢所造的量理宝藏里面，那量理宝藏呢可以说是在藏地里面呢最早呢关于就是量论的解释，那也可以说是最有名的量论的解释的一本。那在萨迦班智达所造的量理宝藏论里面呢，就有提到说呢，就是以佛教徒就是内道的4部宗义来说的话呢，那以经部宗来说的话，它是承许就是这4种现前。那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它只承许就是有3种现前。那对于唯识宗来说的话呢，它只承许这4种现前里面的2种现前。就是在萨迦班智达他所造的量理宝藏论里面呢，就是有这样讲到，就是提到说经部中承许有4种现前，那一切有部呢承许3种，那唯识中呢承许2种，就是他有独释的说道。至于说萨迦班智达呢，他在量理宝藏论里面呢所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如同说我们现在先以字面的方式呢来做讲解。那第一个呢就是他提到呢，就是在佛教的4部宗义里面呢，以经部章来说的话呢，它对于说就是这边所讲的4种分类呢，它是全部都承许的。它承许就是根现前、异现前、质证现前以及余切现前呢，这4种呢，就是以经部
经部中来说，它是全部程序。那对于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，它是去除掉了就是自证现前，它只程序有根现前、异现前以及余切现前这三种。那第三个呢，就讲到说，就是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是以字面来做解释，就是如果说如同这边所讲的呢，会有一些就是字面上的过失，那这个我们在后面呢再来解释。我们先以字面上的解释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说唯识中呢，它只承许说这四种现前呢，它只承许两种，就是它只承许了自证现前以及余切现前呢这两种。那所以呢，就是如同呢萨迦班智达呢在量理宝藏论里面呢所提到的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经部中呢，它是对于说这四个呢都是所承许的，然后就如同在我们的课文里面呢就讲到说呢，就是现前的分类有四，那同样呢，他就把根现前、异现前、自证现前呢，还有一些现前呢都点述出来，所以就表示说呢，经部中呢它是承许这四种现前呢都是存在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提到说，就是一切有部呢，它就是不承许有自证现前。然后为什么说它不承许自证现前呢？那这个呢，也是就是如同就是在量理宝藏论里面所提到的，就是一切有部呢，它就是只承许三种，就是它只承许根现前、异现前以及余切现前这三者。因为一切有部它本身呢是不承许就是自证现前的。那它为什么不承许自证现前呢？因为如果说你要承许自证现前的话呢，就变成说你要承许就是能取向。但是呢，它不承许能取向这种东西，因为你只要一承许说有能取向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要承许自证现前。但是呢，一切有部呢，它是不承许有能取向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并不承许有自证现前。接下来呢，最后面呢就提到说呢，就是讲到说唯识中，那为什么我这边呢讲到说成为量理宝藏论里面呢，只是说唯识中呢，它只承许两种，那承许了两个呢，也就是讲到说它承许自证现前以及余切现前这两者。那这边呢，其实就是有一些辩论的地方，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重点，就是在藏文里面呢提到说唯识中呢，就是讲到说它是属于新派。那讲到新派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到说它承许呢一切法呢是唯心所现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心。那我们是直接就讲说是属于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，就是讲说是唯识中，就是唯心所显现，就是一切法呢就是都是唯心所显现。所以它这个讲到说它是属于新派，或者说讲到它是属于了知派的时候呢，他所讲这个了知，也就是在一切有部呢，它所不承许的这种了知。那所以呢，在这边呢，就提到说，唯识中呢，它所承许的两个呢，就是这边所讲的，它是承许了自证现前跟余切现前这两种。那这边呢，就会遇到说，那既然说它只承许了自证现前跟余切现前的话，那么唯识中它是否承许根现前跟异现前呢？那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唯识中也是承许根现前跟异现前的。那为什么在量理宝藏论里面呢，它只说唯识中只承许了自证现前跟余切现前呢？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？那所以呢，这边呢就会讲到说，就是在萨迦班智达所造的量理宝藏论里面呢，就是提到说呢，为经部中呢，它是承许就是四种现前。那这里就讲到说，那以字中来看的话呢，那唯识中呢，它是否也承许四种现前呢？那其实是的。那这边就会讲到说，那为什么萨迦班智达要说唯识中呢，它只承许两种现前呢？那当然有一些祖师呢，他在解释的时候呢，他会如同就是萨迦班智达字面所讲的意思，一般呢承认说，唯识中呢，他仅承认就是两种现前，但是这样子讲呢是有过失的，因为它和理路呢是会有相违的。那就唯识中来说的话呢，它是否呢是承许四种现前呢？那以字中来说的话呢，它是承许四种现前的，因为呢就是
以字中来说呢，就是为式中呢，它同样呢，它也是有承许根线前跟溢线前。就比如说呢，直射的眼支呢，它是属于根线前。那直射眼支之后呢，所产生的溢线前呢，就是溢线前产生的方式呢，然后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承许方式。但是以字中来说呢，就是以贾朝节大师所判的方式呢，是说溢线前的升起呢，一定是在根线前结束之后呢，才会升起溢线前。所以就表示说呢，为式中它也是承许有溢线前的，就是它也承许说根线前结束之后呢，就是直射的眼支结束之后呢，会升起一个直射的溢支，就是这一点呢，对于为式中来说呢，它也是承许的。那所以既然说字中呢，它也是承许说根线前、溢线前、至正线前以及余斜线前这4种的话，那为什么在萨迦班智达他只说就是为式中只承许2种线前呢？那这里呢就是提到了说就是定义的不同，就是呢以为式中来说呢，他在定义线前的时候呢，他跟他跟经部中在定义线前的时候呢，他的性向呢就是定义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。就是我们这边提到说就是线前的性向呢，有讲到说它一定要具备以离分别且不错乱，就是它一定要具备不错乱的这个条件。但是呢，对于为式中来说的话呢，它所承许的线前呢，并不一定要具备不错乱的这个条件，就是它承许根线前跟溢线前，而且它承许根线前跟溢线前呢是有错乱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呢，萨迦班智达所讲的呢，就是为式中只承许2种线前呢，就提到至正线前跟余斜线前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为式中只承许至正线前跟余斜线前这2者呢是无错乱的缘故呢，所以才承许说只有2种线前。因为呢，他所承许的根线前跟溢线前呢，都是属于有错乱的，所以这边所讲的为式中所承许2种线前呢，是指说他只承许的2种线前呢是不错乱的，也就是至正线前跟余斜线前呢是不错乱的缘故。那至于说为式中呢，他所承许的根线前跟溢线前呢是有错乱的，因为为式中所放的线前的性向里面呢，并没有不错乱的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最根本的原因呢，在于说，经部中跟为式中呢，它在放性向的时候呢是有差别的缘故，所以就造成了说，他们所承许的线前呢，就是所讲的说2种线前是提到说2种不错乱的线前呢，是唯有至正线前跟余斜线前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所讲述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不能完全依照着就是量理宝章论字面的意思去解释。那如果说呢，这边所讲说，为式中呢，它所承许2种线前呢，是指至正线前跟余斜线缘故呢，是因为说至正线前跟余斜线前呢，它是无错乱的缘故呢，所以只承许这2种的话呢，那其实在意义上来讲呢，它是完全服顺于就是他们的情况，而且呢，和理路呢也是没有相违的过失。因为呢，如果说我们只取字面上的意思呢，就是依着量理宝章论字面意思来说的话呢，就好像是只有说，唯有经部中呢是承许说有4种线前，但是并不是唯有经部中才承许4种线前的。因为我们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，那秩序派呢它又分为2种，就是依余斜型的秩序派，就是它的见解呢跟为式中比较像的这种呢叫做依余斜型的秩序派。那还有第2种呢，就是依经部型的秩序派，就是它的见解呢跟经部中比较像的秩序派，又分为这2种。那讲到说就是承许4种线前的话呢，那其实不只是经部中它唯有承许4种线前，就是依余斜型的秩序派呢，它同样呢也是承许4种线前，就是它同样也是承许根线前、溢线前、至正线前以及余斜线前呢这4种。所以呢，就不能说为经部中呢才承许有4种线前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讲到说一切有，如果说在解释的时候呢，是讲说为一切有部呢只承许3种线前的话呢，那这个也是不正确的。因为呢，在秩序派里面呢，就是依经部型的秩序派呢，它同样的，它也是不承许至正线前，所以这边就不能只提到说为一切，不能照着字面上来解说为一切有部呢承许3种线前，因为呢，依经部型的秩序派呢，它同样也是承许3种线前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不依照字面上的解释，然后加个简别，就是说这里呢提到说
维世中呢，它为什么只承许两种现前呢？就是它所承许的质证现前跟语协现前呢是没有错乱的话呢，那在整个意识上呢，就是完全能够与符合，而且和理路呢也是没有过失的。那所以呢，从就是量力保障论里面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呢，它显示出了什么内涵呢？就是它这个内涵显示出了说，唯识中呢跟经部中呢，他们在放现前的性象的时候呢，是放不一样的。因为就像刚刚讲的，就是唯识中呢，他在放现前的性象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放入不错乱的，他就是承许呢意现跟现前跟意现前呢，它是可以有错乱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并没有把不错乱这几个字放进去。那对于唯识中来说呢，他所放的现前的性象是什么呢？那就提到说，第一个呢，离分别呢是一样的，就是他也承许说是现前的话呢，他一定要是离分别。那不过后面呢，他并不是放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，他放的是离分别且兼顾习气所生的了知。那就讲到说，其实只要是现前的话呢，或者说一切呢都是透由兼顾习气所生的这种了知呢，然后而且是离分别的状况的话呢，那这个呢是属于现前的性象。所以唯识中呢，它放现前的性象呢是放离分别且兼顾习气所生的了知呢，它是把这个放为现前的性象，因为呢它是承许说就是现前呢是可以有错乱的缘故。那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其实唯识派呢，它承许跟现前呢是有错乱的，但并不是说它承许所有的跟现前呢都是有错乱的。那唯识中所承许的跟现前有错乱是怎么样的方式呢？那就以凡夫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凡夫呢他直摄的根式呢是属于跟现前，但是呢它是有错乱的。为什么它是有错乱的呢？就是唯识派所承许的呢，就是当凡夫的眼知呢，在看到色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在显现色的同时，他也显现了色是有外境的这一点。那因为他不承许有外境的缘故呢，所以当你的眼知显现有外境的时候呢，就表示它是属于错乱的，所以他才会说，凡夫呢就是直色的这种眼知呢是属于有错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显现色的同时，他同时显现了色的外境的缘故，所以才说呢，这个呢就是根式呢，凡夫的根现前呢是有错乱的缘故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在排顺序的时候呢，是从根现前、意现前、自证现前以及余切现前的这个次第来做一个排列呢？那这边呢就讲到说，他这样放的目的呢，主要是因为说，他是依着胜劣的差别呢，然后来安立的。那所谓胜劣的差别呢，就是指说他的所依呢，有比较殊胜或是比较下列的缘故呢来安立的。那就讲到说，像是根现前、意现前以及自证现前这三种呢，就是凡夫性序中呢是有的缘故，所以呢，因为它的所依呢较为下列的缘故。那至于说余切现量，就是余切现前呢，它是唯有就是圣者心序中才有的，就是它的所依呢较为殊胜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这边讲说，它这样排序的目的呢，是以胜劣。就它的所依胜劣呢，然后来做排序的。因为呢，就是胜者呢，他到最后呢，他就是可以现证四谛16形象等等呢，由此超出于凡夫的缘故呢，然后也唯有胜者心序才有余切现量的缘故，余切现前的缘故呢，所以才把余切现前呢摆在最后面，就表示说后者呢是较前者呢来得更为的殊胜的缘故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呢，就是把余切现前呢放在最后面呢，它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所依胜劣差别的缘故呢，就是因为它是唯有胜者心序中才有的缘故呢，所以把余切现前呢放在最后面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说根现前、意现前还有自证现前这三者呢，那为什么把自证现前放在后面，然后根现前跟意现前放在前面呢？因为就是我们以能感受跟所感受来说的话呢，就是
能感受呢是自证现前，那他所感受的是什么？他所感受到呢就是根现前跟意现前的缘故，所以以能感受和所感受这两者来分的话呢，就是自证现前是属于能感受者，那所感受到的呢就是根现前跟意现前的缘故呢，所以把自证现前呢放在根现前还有意现前的后面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只剩下就是根现前和意现前。那为什么先讲述根现前，再讲意现前呢？因为根现前跟意现前呢，这两者是属于因果，就是先有了根现前之后呢，才会产生意现前。就比如说我们讲说直射的根现前和直射的意现前的话呢，就是会先产生的直射的根现前之后，那它之后才产生直射的意现前，它们二者呢是因果的缘故呢，所以先讲述根现前，然后才讲述意现前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讲了说，这边讲4种分类呢，那为什么说会先讲根现前、意现前，然后才讲自证现前和无觉现前的次第呢？就是刚刚已经讲述完毕。那刚刚讲的时候呢，就是漏了一个，就是提到说，师父宗义呢，他在如何承许这4种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漏了应成派。那应成派呢，它同样呢是只承许3种现前，就是它只承许根现前、意现前以及余结现前，那它并不承许有自证现前。那至于说呢，就是我们这里讲到说应成派呢，它也是不承许自证现前的。那应成派不承许自证现前的方式呢，和就是一切有部呢不承许自证现前呢，他们的原因呢是不一样的。那应成派呢，它为什么不承许有自证现前呢？因为它不承许说就是每一个心事呢，还会有一个能够感受到他的心事。如果说因为自证分呢，我们提到说，自证现前呢，他是能感受，然后呢，他就是去感受，就是他所感受的是根现前呢，跟意现前。那如果说每一个心事呢，都会有一个能感受他的心事的自证现前的话呢，那以这个理路去推的话呢，那自证现前它就变成说它是无限量的，就是每一个自证现前呢，又要一个可以能够感受它的自证现前，然后这个自证现前要有一个能感受它自证现前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变成说自证现前呢，它变成会有无量无边。就比如说呢，我们讲到说 A 这个意识呢 ，A 这个心事呢，有一个能够感受它的 B 的这个自证现前，那 B 的这个自证现前又有一个能够感知它的 C 自证现前，那 C 这个自证现前又有第二能够感受它的自证现前，那你这样去推的话呢，就变成说自证现前它是无数的，那这个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是不合理，然后所以呢应成派呢是说心事呢。所有的新的法类呢，它并不需要一个自证现前呢去感受它，或者是去感知它。就是心事呢可以自己感受自己。为什么心事可以感受自己呢？就譬如说呢，就是酥油灯呢，它可以照亮自己一般，并不用说你这个酥油灯呢，它去照耀别人之外呢，那为了显现这个酥油灯，还需要另外一个酥油灯来照亮你，然后这个酥油灯要需要别的酥油灯来照亮你，不需要这个样子。就是酥油灯它在了知外境，就是心是在了知外境的时候呢，它自然能够了知自己。就像酥油灯呢，它在照耀其他东西的时候呢，它同样就照耀自己的缘故呢，所以因此呢，应成派呢，它是不承许自证现前的。所以呢，就如同在《量理宝藏论》里面呢，如果说我们就是承许说只有一切有部是承许只有3种现前的话呢，那这样子呢也是不合理。就像刚刚讲的，就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呢，那像是依经部行的秩序派，那还有应成派呢，他们也是承许唯有3种现前。那在讲了就是现前的4种分类之后呢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就是第58页。那第58页呢，就是先讲述根现前。那这边呢，就先提到说根现前的性相。那这里呢，就提到说由自知不共真上缘具摄根所生，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，是根现前的性相。那我们这样看起来呢，好像是很长的一句话。那其实呢，我们是可以把它就是切开来看的话呢，就是先看前面这一段呢，就看到由自知不共真上缘具摄根所生。
那这边呢，就是先把它切开，就是先放个逗号的话呢，就是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呢，具色根所生呢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根知的性相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呢，根现前呢，就是它的性相里面呢，包含了根知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后面呢，就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，是属于现前的性相。所以根现前的性相呢，它里面就是包含了两个，就是它包含了根知的性相以及现前的性相。所以把根知的现象、根知的性相和现前的性相两者合起来呢，那它就是根现前的性相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呢，就是根现前这个性相呢，就是包含了就是根知的性相，就是提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具色根所生呢，那这个呢是属于根知的性相。那这边讲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呢，就是提到说它的不共因，它的不共因呢，就是需要由色根呢所生，就是需要五根的任何一根呢所生的缘故呢，所以这边就先提到了说，由自之不共真上缘，就是它的不共因是要具色根这一点呢所产生的呢，这个叫做根知。那我们在讲述根现前之前呢，就要先知道说根知是什么。同样的呢，在讲述义现前之前呢，要先知道说义知是什么。因为如果说我们连根知和义知呢都不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到什么是根现前和什么是义现前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我先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什么叫做根知。就是呢，我们这边呢会先提到就是根知跟义知。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一切的心法呢，就是完全收摄在根知和义知里面，就是所有的认知，或是所有的了知、觉知，或者说你讲说所有的心法呢，它要么呢就是根知，要么呢就是义知，不可能超出这两种范围之外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先来讲说什么是根知呢？那根知呢，它就是能够去了解外境，或者说呢，它能够受用外境的这个了知呢，叫做根知。我们就讲到说呢，根知呢，它其实分为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知这五种。那它所受用的呢，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外境，也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就是这些外境呢，是属于根知呢去受用的。那根知它所受用的呢，大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色法。那同样的呢，色法就是包含我们刚刚所讲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些。所以呢，能够去感知或者说能够受用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这个了知呢，就是这里所谓的根知，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呢，我的眼睛呢看得到，耳朵呢听得到，鼻子呢闻得到，或者说嗅得到，然后舌头呢可以尝味到，然后身体呢可以感受到的这些触呢，那这些感知呢，或者说这些我们去对于外境的这种受用的这种了知呢，就是属于根知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就提到说呢，根知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它能够去感受到外境，然后或者说呢，它能够去受用到外境，就是我们想讲的用眼睛去看，耳朵去听，然后鼻子呢可以闻得到味道，嗅得到味道，然后舌头呢可以尝到就是酸甜苦辣等等的味道，然后身体呢可以去触碰，然后产生的就是这个很滑，这个很粗糙等等的这些感受呢，然后最主要呢就是透由根知呢去感受。那这个根知呢，因为它所受用的这个境呢，最主要呢是摄法的缘故，就是能感受的这个根知呢，它所感受的这个外境呢，是摄法的缘故呢，所以它要升起的时候，就讲到说，它要有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它的这个不共真上缘呢，就是要是具色根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，就是五根，就是它一定要透有五根呢，才有办法呢升起来的缘故。为什么它一定要透有五根呢？因为它所要接触的境呢，主要都是属于就是摄法的缘故，所以同样呢，它要依靠着色根呢，才有办法升起来缘故呢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根知。所以根知呢，它所感受到呢，都是最表面，就是我们可以触碰到的、看得到的缘故呢，所以它是属于最初分的这种心事，就是根知和意知相较起来呢，意知呢是属于细分的心事。那根知呢是属于初分的心事，所以呢，在根知升起来的时候呢，它一定要依靠着就是色根，就是五根呢才能够升起来的缘故。那为什么它一定要依靠着五根才能够升起呢？因为呢，它所
他所感受到的这些境呢，全部都是属于色法的缘故，然后自然而然呢，他能感受的这个心呢，也要依靠着色根呢才能够升起。那所以呢，就是这里呢就有讲到说呢，就是为什么它叫做根知的缘故呢？最主要呢，就是因为它是透由着就是具色根所升起的缘故。就是它最不共的因是什么呢？它最不共呢能够升起的因呢，就是具色根的缘故呢，所以它称之为是根知。那同样呢，意知为什么是称之为是意知呢？因为呢，它主要是依照的它自己的不共的真上缘，就是它最不共的因是什么呢？由意根所生的缘故呢，所以它称之为是意知。所以这个呢，它的安立名字的方式呢，主要是把它的因的名字呢，然后取为果的名字而用。就是呢，因为根知要升起之前，一定要透由色根才能够升起根知的缘故呢，所以它叫做根现前。那同样呢，意知呢要现起之前呢，一定要透由它不共的因呢，也就是意根所产生的缘故呢，所以称之为是意知。所以呢，根知和意知取名的方式呢，就是透由它不共的因呢，就是色根还有意根呢所产生的缘故呢，所以把它安立为就是根知还有意知。那这边呢，举一个比喻来说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一般讲说鼓声，那鼓声呢，就是鼓声呢会发出来这个声音呢，其实呢它的音呢，其实也有手的作用在里面，就是透由我们手去打鼓，然后我们手在打鼓的时候呢，就是手上拿着棍子，依靠手上拿着棍子呢去打鼓呢而发出的声音叫做鼓声。但是它为什么叫做鼓声呢？虽然说它的音呢有包括手，然后也有包括棍子，那为什么不叫做手声，或者说是棍子声的缘故呢？就是它最主要的音呢是透由鼓的缘故，因为有这个鼓呢，然后透由我们的手和棍子去打呢，才能够发出鼓声的缘故呢，所以把这个声音呢称之为是鼓声。所以呢，这个同样的道理呢，就是我们把它放到根知还有意知来看的话呢，就是透由呢它自己最主要的不共的真上缘呢，就是具色根所产生的这种呢，那就是称之为是根知。那透由它自己最主要不共的因呢，就是不共的真上缘是意根所产生的缘故呢，所以叫做意知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翻译，就是稍微补充一下，就是在藏文里面呢，就是它的具色根的这个根跟根现前的根呢，这两者呢是同样的音，然后也是同样的字，然后中文为了区分呢，就把它加个具色根。那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就讲到说呢，根知和意知呢，就是这两者相较起来的话呢，那根知呢是属于比较粗分的心事，那意知呢是属于细分的心事。那这边我们讲到说，为什么根知呢是属于粗分的心事呢？因为最主要呢，它所能够受用的境，或者说它所对到的境呢，都是属于粗分的，就是外在的这些设法的缘故。加上呢，要升起根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依据的就是比较粗分的这种色根才能够升起，就是它要能够升起根知的话，一定要依靠着色法才有办法升起的缘故呢，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粗分的。所以相较起来呢，就是在升起意知的时候呢，它不一定要依靠着外在的这些色法，或是依靠着色根才能够升起的缘故呢，所以相较起来，根知呢是属于比较粗分的，那意知呢是属于比较细分的。所以呢，在上层天，就是在无色界天呢，无色界天呢，它是没有色的缘故，所以它是不具备色根的，它是不具备根知的，它是唯有意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它连色都没有，那既然没有色的话呢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升起任何的根知。所以呢，以无色界来说呢，它是唯有意知，但是没有根知。那同样呢，就是我们凡夫呢，就是在死的时候，或是说临终的时候呢，就是也唯有升起意知，那个时候呢，根知是完全没有办法升起，或者说根知是完全没有作用的。那同样在入定的时候，或者说是在睡觉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是有意知，但是是完全没有根知的。所以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意知呢是属于比较细分的心法，那根知呢是属于比较粗分的心法。
那同样呢，其实在义肢里面呢，也是分为就是粗分还有细分呢，就是很多种的分法。那特别呢，是我们在讲到就是在县官的时候，或者说在显教所讲的时候呢，又会更为的深入，就是它这个义肢呢会讲得更细。那在显教之外呢，就是在讲到密法的时候呢，那密法所讲的义肢呢，又比显教所讲的义肢呢，又来得更为的细分。就是我们在讲述密法的时候呢，会讲述到升起次第还有圆满次第的时候呢，那这里面呢，就是义肢的分类呢，又比显教所讲的义肢的分类呢，又来得细微的很多。所以这边呢，才会提到说，为什么呢？心类学呢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在一开始心类学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了解到就是粗浅的根知还有义肢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深入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呢，就是在讲述根知的时候呢，又分为说是五种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知，就是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这五种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再加上意知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六识。那所以呢，前面五种呢，就是眼知一直到身知这五种呢，是属于根知的范围。那最后面意识呢，是讲是意知的范围。那这六种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六识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呢，我们就提到说呢，那既然呢，就是呃根知呢，那根知假如说这是五种根知，那既然假如说是根知的话呢，就表示说它在摄法、心法跟心不相行法里面呢，那它是属于就是心法的范围。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说静和有静的差别，那既然是属于心法的话呢，那它就是属于有静。那既然是有静的话呢，就表示呢它是有一个静呢，让他去感知或是了知，能够去感受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提到说，就像是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、身知这五个呢，它所感受到的外境呢，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呢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呢这五种。那所以呢，静呢就讲到说，我们一般所讲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等五种境，那能够感受到，能够去感受或者说能够去证得这五种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的呢，那就是所谓的有境。那这相对应的有境呢，就提到说眼知呢，它可以看到色；那耳知呢，可以听到声音；那鼻知呢，它可以闻到味道；那舌知呢，它可以去尝，舌头呢可以去尝味道；那身知呢，就是有可以去感触。所以呢，就是提到静和有静的时候呢，你既然是静的话，就表示有能够感知到你的有静；那你既然是有静的话呢，就表示有你能感知到的外境。所以呢，这两者呢是要互相配合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就先上到这边。